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归仁的敦元圣庙，拢是伫农历的11月初4举办着典礼来祭拜着空主公。今年由仁德公所来主办，专程以古乐古礼的仪式来参拜。 台南归仁敦元圣庙为2017年开始，依照清朝时期的民间惯例，该伫农历11月初4举办纪念大成至圣先师诞辰2575周年释奠典礼。今年由仁德公所主办，区长担任正献官，并且由永康区长、关庙甲梁家主任秘书做陪献官。 还有民意代表拢是依照古乐古礼仪式参拜。今年也特别准备了文昌笔，我们每一年都有来跟我们共襄盛举的红瓦厝的。敦元圣庙因为何塞至圣先师落位，有新丰区孔庙之称，并且由永康、仁德、归仁、关庙甲梁家等公所轮流主办祭典，来发扬尊师重道的精神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